你找秦小雨有什么事吗？我坦白从宽，刚才我都看见了。这事儿怪我。我想应该是因为我吧，吴小姐才会闯进来的。因为你还是因为秦小一啊？胡娇姐，应该是怕我认出这位 NPC 吧？她在这里工作，我也是刚刚知道。介绍一下，这位秦萧一是我弟弟。弟弟。